機場城巴產花槽巴士車長涉危駕被捕，城巴暫停駕駛職務。一輛城巴今午在機場1號客運大樓外疑失控鏟上花槽，造成18人受傷。警方經調查後，以涉嫌危險駕駛拘捕腳部受傷的巴士64歲姓宋男車長，他正被扣查。事發於今日15日約3時16分，機場1號客運大樓外，一輛城巴疑失控鏟上花槽，初步18人受傷，全部清醒，其中7人傷勢較重，救護員即場為傷者包紮，其後12人被送到北大嶼山醫院治理，剩餘6人則送往瑪嘉烈醫院治理。網上圖片可見，涉事12年線城巴上下層車頭擋風玻璃均粉碎，有路牌被撞歪。傷者包括10男8女，除64歲姓宋男車長外，其餘9男8女乘客年齡介乎20至72歲，全部輕傷。2日前亦發生同類巴士意外。前日13日早上，一輛雙層九巴27號線在秀茂坪新清水灣道失事，撞分隔路中石壆，前胎凌空，幸事件中無人受傷。九巴稱正調查事件，涉事車長的駕駛職務亦被暫停。